来继续来看桃园市一个男子骑机车闯红灯，警察甲查叫伊停车，伊无爱配合无打紧，佮出手甲警察摸。就安尼双方来起相拍，这个时阵支援的警力到位，甲男子逮捕铐手铐。也毋过伫压制过程当中，这个男子雄身体无爽快，警方赶紧甲送病院来抢救，但是救无倒来，人亡生了。检察官检验尸体，这个遗体并无明显的外伤，死亡的原因要等解剖厘清。男子的家属讲，这死者并无心血管的疾病，哪会怎雄安尼来过往，实在互人无法度接受。希望会当互因了解到这代志发生的头尾。你红灯知道吗？你要干嘛？路边停车。你替我干嘛？来，你路边停。回家了啦。晚间甲机车去苏炸落个，双方一句来一句去，姓王的查甫人无愿意配合，机车徛咧就想要走。我叫不死啊！你讲，你讲，停车！查甫人无必互警察临检，佮出手拍警察，双方拍做一回，好甲在支援的警察及时到现场，顺利将查甫人压制在地，甲逮捕。查甫人原本佮一直喷，想要逃走，却雄吐一口气，随后身体无爽快，紧急送往病院，说有缘救无活。哥哥有就医的记录，有什么病因吗？但是他没有心血管的疾病。家属现在想无，姓王的查甫人先做伫压制过程雄过往。昨日暗时10点外，姓王的查甫人骑奥多拜经过桃园市成功路甲安东路口，因为冲红灯去互警察爱伊换边停车，想要到伊动作无看，佮继续骑，佮伫春节路口违规倒弯，最后因为怕警察去互压制，煞意外过往。我们还没有看，我们想要知道说到底发生的过程是什么。员警依法逮捕时，于现场发现该男子身体不适，随即通报救护车紧急送医。案经医院抢救无效，检察官验尸了后，是无发现明显的外伤，打算伫后日会进行解剖调查死因。姓王的查甫人汉草真好，伫餐厅做服务业，突然间过身，互家属拢真意外。敢若希望会当透过影片甲小验，找出真相，了解过身的原因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